进入2024年，日本电影行业形势一片大好，许多日本大片已定档在2024年上映，其中不乏经典漫画改编之作，广大观众们可以大饱眼福了。那么2024年最新日本大片哪部好看？2024年日本最新上映电影有哪些？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分享2024年最新日本电影排行榜，既有2024年正在热映的大片，也有即将上映的佳片，一起来了解下吧。看看你最期待哪一部？玻璃之城。玻璃之城是由树下直美执导，大森美香编剧，波流木村佳乃、满岛真之介、高岛正生等主演的剧情犯罪片，于2024年1月4日在日本上映。该片讲述在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商社时有伤势的员工旅行中，杀人事件意外发生，以部长被杀害为契机，该公司隐瞒至今的内部机密无意间被公之于众。主人公玉子对事件产生兴趣，开始独自调查，但不久却反被警察盯上两搞笑怪杰。搞笑怪杰是由龙本宪吾执导，冈山天音、中野太贺、菅田将晖、松本穗香、片冈梨子等主演的剧情电影，于2024年1月5日在日本上映。该片改编自传说中的投稿职人土屋重之基于亲身经历创作的同名私小说，讲述从15岁起持续6年全心投身于大喜力节目投稿的土屋重之终于如愿成为搞笑剧场的实习编剧，然而他却不得不向这个仅凭搞笑无法生存下去的现实社会妥协。黄金神威。黄金神威是由久保茂昭执导，黑野勉担任编剧，山崎贤人主演的冒险电影，于2024年1月19日在日本上映。该片改编自野田悟的同名漫画，讲述了被冠以不死之身山原之名的原军人与阿伊努族少女一起在昔日淘金热潮盛行的北海道四处冒险寻找金块的故事。无声的爱。无声的爱是由内田英治担任导演及编剧，山田凉介滨边美波、野村周平、古田新太等主演的爱情电影，于2024年1月26日在日本上映的。该片讲述无法发出声音、失去希望苟且度日的青年仓语音事故失明的银大学生美夏之间的凄美爱情故事。在大雪封闭的山庄里。在大雪封闭的山庄里是由范种健执导，重冈大义、中条彩未、冈山天音、西野七濑等主演的悬疑犯罪片，于2024年1月在日本上映。该片改编自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的长篇推理小说，讲述志愿成为演员的7名男女被剧作家东乡真平聚集到名为四季的山庄里，然而如同舞台剧内容中发生在暴风雪山庄中的连续杀人案般，演员们果真一个接一个消失。黄金少年。黄金少年是由金子修介执导，港月彦编剧，冈田将生、宇村仁成、西乃安娜、前出耀志等主演的犯罪剧情电影，于2024年3月8日在日本上映。该片改编自紫金陈小说《坏小孩》及剧版《隐秘的角落》，讲述少年们意外用照相机捕捉到了从悬崖上推下岳父母的杀人犯身姿，而由此展开冒险的故事。毒娘。毒娘是由内藤一亮执导，佐京川爱美、职员星空、伊里基奈、内田慈等主演的电影作品，于2024年4月5日在日本上映。该片讲述秋奈和丈夫、女儿搬到了二手的一栋房子里。有一天，女儿萌花给外出的秋乃打来了求救电话，慌慌张张的回家的秋乃看到了荒废的房子和衣服被撕成碎片的萌花，还有骑着萌花的陌生少女的身影。阴阳师零。阴阳师零又名阴阳师前传，是由佐藤司麻子担任编剧及导演，山崎贤人、染谷将太主演的奇幻剧情电影，于2024年4月19日在日本上映。该片改编自梦枕墨原作小说《阴阳师》，讲述安倍晴明成为阴阳师之前不为人知的学生时代的故事。王者天下4大将军的归来。王者天下4大将军的归来是由佐藤信介执导，吉泽亮、桥本环奈、大泽隆夫等主演的历史战争电影，于2024年7月12日在日本上映。该片改编自元太久的人气漫画，讲述了立志成为大将军的秦国少年李信和立志统一中华的年少秦王嬴政的故事。城市猎人。城市猎人是佐藤佑市执导，三岛龙朗担任编剧，铃木亮平、森田望志等主演的日本剧情片，预定于2024年上线 Netflix。该片改编自北条司的同名漫画，讲述了与法律无法制裁的恶势力对抗的城市猎人户语寮及其伙伴们的故事。